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范收看福喜来的阿明姑刘浩明。少子化同高龄化係健康我哋社會地位關於重要兩個議題，關於到個年呢同我哋睇現實中間，佢想有一啲看唔到嘅相。平常人昨天各種為了我幫我哋生意體驗到乜個按照長久嘅體驗，我哋今日有請到係我哋平常人昨天觀眾嘅這種小員主任，因為佢推動我哋長久體驗，聽我哋各種地位，希望講我哋各種嘅生意呢可以提供睇現實生活係樣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小員主任，主任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昨天觀眾鄭淑英，該歡迎今日來也同大家人分享。主任吼，今日佢分享今日來到我現場，因為我都發現到講，啲各種推安呢，我哋講長久體驗來講嘅話，我真係體白看到，因為其實吼，雖然講我哋而家已經冇考試嘅啦，吼，當初喺推動也要長久體驗嘅時候，我哋先講一開始我希望講，啲各種推也要長久體驗。好，一開始的時候呢，其實我們是來自於聽到了孩子心裡的聲音。我們竹田是一個偏鄉，隔代教養的家庭比例很高，所以孩子們他們的生活裡面，從上學、放學到家裡的三餐，可能都是阿公阿婆在照顧。可是呢，隨着長輩的年齡越來越大，孩子們發覺不一樣。有一聲音來問愛的老師，我阿婆變得乖的呢。伊明日問問愛講，你是爸的嗎？你是爸的嗎？你是爸的嗎？我去那樣啊，咧古嘢喲。然後小朋友覺得我的阿婆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所以他們會覺得這不是我認識的阿婆，阿婆是哪裡不舒服？所以呢，我們從孩子心裡面的不安、跟他們的挫折、跟他們害怕，我們發現。阿公阿婆跟孩子之間情感的交流，一定是哪裡出了一點點的問題。所以呢，我們在思考，在當年長照這個名詞還不是大家很熟悉的時候，孩子們是害怕的。我們看到了孩子的害怕，我們聽到了孩子的聲音，我們想我們應該做一點什麼事，所以我們開始設下了一個長照課程的一個種子。故事等於都講，其實喺昨天各種嘅聲音來講話，一定都直接去感受到講，其實平常照顧一定嘅阿公阿婆，會產生變化嘅。好，因為其實佢度嘅其他嗰度聲音是中間還有爸爸媽媽，好，故事一定可能冇直接去感受到講，我等你睇見啥，等阿公阿婆有一些變化嘅，有啲老嘅，哦，甚至講人哋講可能有一些功能上嘅退化嘅。可是，但是喺昨天嗰種一定係。聲音的直接去感受到個平常喺照顧伊人日常嘅阿公阿婆有些改變嘅，但是好講嘛發現到有接到有問題，但是問題係講，這個其實農牧說講，這個是社會出的問題啊，這個是社會出應該去做的社會的救治的問題啊，怎麼一啲教育機關可以接也有問題？我們覺得孩子的不安永遠都是老師第一線在發現，所以孩子們呢可能會在聯絡簿上寫他們的不安，老師們就決定把他們先接住。那再加上呢，屏東縣政府在竹田西市成立了高齡樂智友善園區，竹田國中我們就是在這個園區裡面。所以呢，配合了在地學習，還有呢，我們希望竹田鄉的長輩都能夠在地安老。再加上呢，縣政府呢，在我們學校設立了我們剛講的長照體驗空間教室。那這個是等於是縣政府跨各個處，然後呢，聯合幫我們一起成立的。那基於這些因素呢，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以後都會面到的生命的一個老化的問題，所以呢，我們接住了孩子，我們決定堅持往長照的路上走。從按你我哋講長照的一個體驗來講，長照體驗嘅課程，一般來講，聽我哋昨天嗰種係安排點樣嘅課程點樣呀？剛開始的時候呢，其實我們是在假日的時候，帶着一群孩子都是自願的，然後我們是到日照中心，只有在假日的時候是去陪伴。那現在陪伴的過程裡面，我們看到了，不僅我們的長輩獲得了心靈上的滿足，其實我們的孩子
他们也因为照顾长辈而内心有了一点的变化，所以我们在110年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经过老师们的同意跟研发课程，我们成立了长照科技理念学校，所以呢，已经是变成我们学校的一个是正式课程，不是只有假日出去。这个正式的课程的时候，我们7、8、9年级每一个年级每个星期要有1节课。那这个1节课里面，我们也跳脱了只有长照陪伴。我觉得长照不只是陪伴，而是要从认知开始，所以我们慢慢的开始朝生命的教育、人的一辈子他的身心灵的变化，然后呢再扩展出去整个的课程。7、8、9年级每一个孩子都要学习。生意咧睇长照体验，一开始头都有讲到嘛，唔像有要考场以前，系我哋一啲陪伴课程嘛，哈。对。但是而家许多学校时间，能用我去实际也考场嘛。那本身嚟讲，除了批判以外，以外有乜个东西可以体验嘅咯？好，在体验方面，我们7、8年级并不会带孩子们就是直接去接触长辈。我觉得接触长辈应该是要学习来的知识，所以7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是认知生命的变化，我们要去同理长辈他身心灵退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我们的空间里面，第一个我们先讲硬体，我们会想我们的长辈他一天24小时在家里，他需要的空间是什么？孩子他们会去反应回想，可能我的阿公阿婆第一个，他们每天会在客厅，那客厅里面动线要如何？第一个客厅，然后第二个呢，阿公阿婆呢，在卧室里面呢，我们会设计了一个长辈比较容易起床，还有他们的扶手椅。除了这个之外呢，长辈一定会用到餐厅跟厨房，还有一定会用到卫浴，就是洗澡。还有上厕所，还有呢，现在很多的家庭一定会用到楼梯，楼梯该怎么样让长辈很安全的上楼梯跟下楼梯？还有在整个家的活动里面，动线应该怎么样让我们的长辈呢能够更安心的生活？所以我们的长照体验空间教室就是一个家的概念。帮爱人睇到卡地步，我用嘅多，譬如講頭先講嘅，我哋客堂嘛、廚房嘛、吃飯嘅飯堂嘛，甚至理浴嘅地方嘛，哈，我哋浴堂嗰度，甚至我哋水磨嘅地方，都變成教室的一部分咯。對。整个在教室里面，我们的设计就是一个长辈的家。那这个长辈的家里面，我们会注意到各个怎么样让长辈可以安心的使用，可以尊严的使用。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场域里面，每一个布置都会兼顾到我们长辈的需求。但是呢，在1、2年之后，我们发现其实长辈需要照顾，还有另外一群人，我觉得他也需要照顾，也就是照顾者。照顾者可能是长辈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还有很多是媳妇。我觉得照顾者他的辛苦，我们也要照顾到他们。所以呢，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长照体验空间里面，我们在做了一个很温馨的，叫做喘息区。照顾者喘息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空间并没有很大，但是呢，因为透过了巧思跟设计，跟我们看到人性化的需求，所以在我们的模拟空间教室里面，就是一个家的感觉。嗰種有碌卡地步，一方面我哋學生咧可以體驗到講，譬如講伊哋體驗啥，也俾日常生活會去用到嘅機會。同時，而某我注意，而某一本線上教到，你注意到，譬如講，你的爸爸媽媽，你平常照顧一到，我哋講阿公阿婆，其實伊嘛希望有一啲空間，俾荷花可以休息，荷花可以嘅。咁像成人呢，去接觸到有個機會嘅時間，因為一定要舒服腳啊，好，因為為什麼床還要有一個扶手？為什麼還有那個東西？咁能用嘅去。佢哋說明講，做乜我哋會成塊地方會加到也到按講輔助嘅一啲工具咯。我覺得不用太多的說明，我們當初的想法是，我如果把15歲的孩子，我立刻讓你變成80歲的樣貌，孩子們就會有感了。所以除了硬體之外，我們最重要的環節是
时光穿越机，15到80岁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服装上，第一个我们让孩子们戴上了眼镜。这个眼镜是模拟黄斑部病变，他只要戴上眼镜之后，他的视力就是变模糊。更重要的是，他的视野没有这么广，他会局限的视野。让孩子们戴上，其实市面上就有的耳塞，还有呢，我们学校呢有特殊的应该是说模拟的服装。第一个，我们会在他们的所有的关节、手关节戴上了护膝，限制他们的手已经不能够像我们这样很自由，你想怎么弯就怎么弯。再来，在手腕的部分呢，装了加重的装置。我们让孩子戴上了棉质的手套，是2层哦。第一层接近他的手指头，第2层我们固定了他的关节的部分。然后呢，让孩子们模拟阿婆数钞票的情形，怎么数，就是不能够把1张、2张呢正确的数出来，因为手部也退化了。故事其实不用声音的去感受到讲太严啥，也要伊的行动能力开始慢慢变慢的人一路提供。中国嘅我哋那阿公阿婆日常嘅生活已經冇辦法好好自家做嘅。首先下到節目，我哋買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下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族田國從我正式嘅主演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伊等當初做乜嘅推我哋咧長洲田入面嘅課程。我都想問一下主演，頭都已經講到上肢嘅嘛，上半部，咁下半部呢？下肢體的部分呢，第一個我們會先讓他們穿上了加重的背心，背心的口袋裡面呢有加了一些重量小沙包。那下肢體的部分呢，第一個老人家呢長輩呢最常講的是膝關節，所以所有的孩子在模擬的時候，膝關節先穿上護膝，限制住了他的膝關節。腳踝的地方呢，我們也加重了它的重量。所以呢，孩子們呢在提腿的時候，在走路的時候，感覺是沉重的。那再來呢，最精髓讓孩子直接跳到80歲的是所謂的模擬駝背的背帶。所以當他們把模擬駝背的背帶呢，把它穿上去之後呢，他們的腰也挺不直了，所以會很自然的呈現一個駝背的狀態。所以現在從頭、眼睛、耳朵一直到腳，再加上我們再讓他們拿上了就是長輩們使用的拐杖，真的就是變成了一個80歲的長輩。重點是穿上去之後，您必須要走動。所以呢，我們會帶着這些孩子呢去走斜坡，走到校園。剛開始學，首先覺得孩子們覺得好好玩哦，變裝好好玩。但是當他走了1圈之後，5分鐘之後，孩子們說：“我不要走了，好累哦。”腳好酸哦，背好酸哦，那可能只是5分鐘，孩子們坐下來說：“老師，我要拿掉了，這個裝備我們要拿掉了。”這時候我們會跟孩子講：“孩子，5分鐘你可以拿掉，但是我們的長輩必須穿着這套裝置，在家裡的任何一個角落，在慢慢的行動着。”這是一輩子都拿不掉的一個裝置。孩子們每次在跟我們分享的時候，最常跟我們講的是：“天哪，穿上去好重好累。”所以我覺得不需要教條告訴他們身心的變化，他們已經懂得了。係因為嗰種用講的咧，因為講佢煩，好，咁我已經好，如果即個要唔行，咁我行慢慢，好，我好翻要拿5分鐘我按年咯。但是以這個作上去以後，就發現講唔錯呢，佢身體開始產生變化以後，你冇人可以當佢哋咧呀。你看啊，5分鐘一路行嘅都唔想行嘅，但是你看阿公阿婆，冇講5分鐘啦，伊可能要10年前行都按呢。好，但是你看明日話一群買做走。好，一堆買個東西，然後又要算東西，又算冇天花又打唔到。係啊，嗰時已經真正開始去做上一生活時，伊那想咯，其實生理反應吼，生理嘅變化係得
会现实的问题，因为都咱来讲以后，咱发现到，真是呢，你这个某些体验到讲，以后的身体发生了某个变化，你都真是冇办法去感觉到，做乜人家身體變慢咧，講行無一道都講咁樣過出來，錯冇？可是你哋有安尼體驗以後，而再去軌道嘅體驗教室，而這個又開始就發現到個，咁安尼嘅話，甚至伊咧照顧嘅人，冇得個而家咧好好安看嘅人，一樣嘅去對待伊嘅裝備咯。我们每一次的体验服装穿完之后，都会让孩子回馈，孩子们开始会想，原来阿公阿婆行路安慢，然后免疫各项水母啊，唔想要出去，原来就是身体的一个老化的一个现象，所以孩子们会透过体验有一个同理心就会产生，原来阿公阿婆不是故意的，吃饭安慢躺唔到，然后阿公就躺唔到啊，看唔准啊，行路又安慢，阿公他讲要出来了，啊又讲伊唔要体路卡啊，所以孩子们开始就会去同理长辈，就他们身心退化之后，真的就会有这些的情绪的表现，那我们的孩子呢就会多了一份同理心，也更愿意在家里面呢，放下了他们自己的工作，放下了他们的手机，来陪伴我们的长辈，这是孩子们发自于内心里面的一个感受。但是有一个可能，譬如讲，你们本身嘅体验以後，你就發現到講，那我不要老啊，老很可怕誒。有人聲音的冇？的确是有，孩子们会觉得老很可怕。然后呢，我们曾经有接触过一个孩子，他就说这么痛苦，那我们人不要活那么老。对，但是呢，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长照的议题呢，我们会把它拉高到，其实这个是一个生命教育的议题。每个孩子，不管你愿意或你不愿意，这就是生命的整个的历程。所以呢，孩子们呢，我们会告诉他们，其实当他们脱掉这些装备的时候，他们松了一口气，同时我们会告诉他，年轻是不是真好？对孩子们的感觉，年轻真好，所以我要把握我年轻的时光。同時嘛，提供其實生老病死係一個人生地步，每個人都度到嘅，尤其係老化一件事情，唔好覺得捱得想愛老，冇人想愛老啊。但是你係老化係自然嘅嘛，但是嗰時候還沒看到老人家，我講開始有啲阿公阿婆時間，你體會到講，其實已經家嘅過程蠻未想愛嘅。但是生命捱得子，生命捱得孫嘅來講法，你多多去聽，所以變伊可以去睇下個階段地步，可以變得更好。咁種攰到一個現實嘅問題啦，因為其實從一開始咪講啊，我哋各種嘅雖然講唔是靠我哋以前係練考，其實嘛要飛考，嘛要嗰度總是要準備。佢推出也俾一啲創造科技體驗嘅過程以後。這個家長冇意見嚇，會有影響到招生嘛？因為其他生意呢，會冇走呢。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有，因為我們把它設定為長照科技理念學校。很多的父母是不願意把孩子說我送去你們學校，你是教長照哦，我們不要。所以呢，其實我們一開始有發現到這個問題，那我們一直跟家長說，我們要培養的不是說你來這邊我就是讓你做長照，而是我們是生命教育的歷程。所以在生命教育歷程裡面呢，我們開始規劃了它的不同的取向。除了生命教育，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面，我們納入了科技教育，家長最喜歡孩子們學的科技，再來孩子們長大之後要有職涯的選擇，我們也納入了職涯的選擇。再來，所有的孩子學習之後，我們要踏出我們的學校，所以我們開始做一個社區的服務。那家長們的反應是，他們的確有感覺到我們竹田國中的孩子，因為這些課程變得比較具有同理心。然後呢，比較會愛自己，愛我們的家人。然後呢，他們也看到了孩子實際上的變化。所以，這幾年來，其實我們的谷底是在全校5個班，但是因為了老師們的團結，然後我們要製造一個很友善的校園，再加上這些課程，其實我們的班級數是每年都在增加。那有些家長是跨區而來，所以目前呢，我們是有10個班級，從5班上升到10個班，所以招生我覺得這不是我們害怕或擔心的點。那我們目前就是朝着這些課程更努力、更精進，培養一個更
友善的一个校园。你比较相信。我是唐头也熟悉当个鬼听啦哈，因为你看最近从我看到讲啊，因为播种翕讲啊，伊在路上时看到伊在高中生，而且高中生好看伊的阿婆过马路，好带下迷的讲，那什么国中的记大公啦，然后什么对不对？有。那相信看我高中讲中铁国中的声音的，看到伊的阿婆在过马路，伊如果想到讲，伊迄无奈时候行安慢。好，可是如果想到讲，以前想到讲，双管的考场，伊提供其实阿婆一定脚毛吼，脚路唔毛，数码唔毛。可是我相信，伊如果迄个天数，迄阿婆就过马路的，系啊。可是就等于讲，人家常常会讲，佢这些生意很有搞呢，啊，家教很好，还一般唔係講，喺學校教得好，都有。真是，我都想我個嗰種爸爸媽媽突然看到有個相片，都想講。嗰種係生意，佢還沒做鐵棍就拖出來，行到路一般會提供啊，真是可以看老人家過馬路，去聽說老人家嘅事情。一般我只係講，咁其實對幾多位一啲個教育嘅長度來講，可以把肢體行到一啲善良嘅一條路線來講，其實係幾重要嘅。但是頭頭伊嘛現場嘛有講到一啲啊科技。因為生意呢還是有一點去想的，對，他們很喜歡。可是從這種科技應用去結合看下咯。好，這個也是我們努力的一個目標。科技可以都是來自於人的需求，所以我們的孩子有想到晚上阿婆起來的時候，是不是要亮那個小夜燈，這樣阿婆才不會跌倒。好，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發想，我們就透過了科技課。跟我們的長照理念裡面的這些課程，我們帶着孩子寫程式，所以呢，我們有目前孩子在寫的智慧藥箱。對，我們智慧藥箱，阿婆你可以看到，我們可以看到阿婆的哪一餐的藥可能沒有吃，然後呢，除了小夜燈，然後智慧藥箱，我們曾經呢讓孩子們寫。口罩的侦測器，希望阿公阿婆你們出去的時候戴口罩。口罩偵測器放在你前面的時候，如果你今天沒有戴，它會告訴你危險。然後你如果今天有戴呢，它告訴你你是綠燈是安全的。那另外呢，我們之前就是讓孩子們寫了一些血氧機。那最近呢，在寫的是就是體感。用 AI 做體感，它會偵測到長輩你們的手在做什麼動作。我想這些孩子不可能馬上就是專業，但是我們只是用學校的力量先播下一個科技的種子。那在科技課程裡面，我們的7年級的孩子最愛的科技課程，當然就是跟我們學校的寶貝小寶貝，它就是我們的凱比機器人。透過了凱比機器人，孩子們很努力的想盡辦法，我要了解我們的科技，要了解我們的機器人。他們讓機器人唱歌、跳舞，然後做各種的戲劇表演。那帶到跟我們長輩在相處的時候，長輩看到了可愛的機器人，我覺得那種是一種感動，而孩子們的感動來自於阿公阿婆會玩機器人而老師們的感動是看到了老寶貝跟我們的小寶貝，然後呢正在做一個科技的情感的連結，所以我覺得科技吸引了孩子，然後我們也關照到了我們的老寶貝。嗰種長照體驗嘅過程裏邊，唔單止係教營養啊，去照顧病人，同時嘛可以用科技嘅力量教營養講，你這個用你這個最好嘅方法去照顧病人。休息下我看到節目，我哋買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耶！上一節目來自我哋屏東竹田國中嘅鄭秀元主任嚟到現場同我分享講科技同長照照顧嘅啲結合。我想問一下主任嗬，頭頭已經有講到講，生意咧其實唔單止講佢可以去親身去陪伴下人嘅老人家嘛，嗬，去體驗個老人家嘅一啲身份，同時嘛可以用佢哋最擅長嘅科技啊，去改善我能夠體驗晒佢哋身份。但是像你也經驗來啊，你教人到生意嚟啊。有嗰種本印象鬼沉嘅故事嗎？
应该说，在整个陪伴的过程，我们看到了老宝贝、小宝贝，他们的情感的交流，真的是会让人感动。但是在去年的毕业典礼，去年6月份毕业典礼，早上就是倾盆大雨，对，然后呢，我们的毕业生呢都已经坐在会场，他们没有料到我们的老宝贝们从日照中心，然后车子呢接送他们，然后呢，老宝贝他们是拄着拐杖。你可以看得出他们是盛装，他们是有打扮的，然后呢，慢慢的走入到我们的会场，一拐杖，慢慢的走入到会场。那我们的9年级的孩子呢，看到大雨滂沱中，我们的阿公阿婆慢慢的走到了会场，先是一愣，后来呢，孩子们大声的喊：“阿公阿婆来了。”那阿公阿婆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那种拥抱的感情，因为事先都没有讲，我觉得那个就是真情。那等到阿公阿婆要回去的时候呢，还是在大雨滂沱中，我们的9年级的孩子男生自告奋勇要帮阿公阿嬷，要帮阿公阿婆撑伞，将近180公分的大男孩把伞全部都笼罩在很娇小的阿婆的身上，全部，而他自己伞都没有，只有用他的左手。我们看到的当下是觉得，对孩子，你长大了。之前是阿公阿婆帮你撑伞，孩子你长大了，今不你换我帮我的阿公阿婆撑一把伞，以后就由我来照顾您。我觉得那时在场的我们，其实不需要言语，孩子改变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伞，看到了孩子的改变，这是我从去年到现在那一幕一直都不会忘掉的画面。因为其实讲，我哋从头我希望讲。用教的，教生人的爱去尊敬啊，等的睇意啥，教生人的爱去好好对待啊，睇意啥。其实有时候刚刚讲那种教育有时候会造成对立，因为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为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你看，一啲从这体验，一啲课堂地方送下来，生人的都提供看，一定身体唔好。好，身体冇按舒服，好冇按偏离，还是睇伊啲按太夜时间去参加生意毕业典礼。当然对我哋咧阿公阿婆来讲嘅话，伊当然佢希望照顾的像顺嘅咁嘅好，伊啲毕业典礼，但是顺嘅几时节因为送过入嘅课程一路提高，其实人家爱来冇简单。对，好，唔係講從來的我去參加同學的畢業典禮，啊，表姑去。對人來講嘅話。一定是落太也是行一條路，其實一定路對生意的生意的心理地方，因為一定上過課，一定都提供，一件事情冇簡單。孩子們後來有跟我們回饋，他們會覺得說，因為裡面有很多是失智的阿公阿婆，阿公阿婆，你的記憶裡面可能不會有這一段，我幫你撐傘的這一段，可是孩子們跟我們講說，這一天。是我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畢業典禮，因為我們照顧的老寶貝親自來看我們，這也是我們感動的一個點。其實雖然講大下問題，應該一邊係最慢的時間問啦。其實如果想講，像當初推案的從這個體驗課程一開始嘅時候，然後一直到現在看唔係講話，對5班嘅變10班，對去年的畢業典禮裡面，你發現講生意有安排的轉變，因為。尤其是教育現場都係那樣，我們是說要尊敬長輩，要孝順長輩。因為講一幫人嘛，講民業的草詩。但是你看，伊推案的一個從做本實際體驗的課程，教給我哋睇畢業典禮看到安尼情形，作為的主任，作為的欣賞，作為的媽媽，你有冇感覺到有？我覺得所有的教育真的不是教條式的。所有的教育應該是體驗後，我們沒有料到體驗後的溫柔。原來所有的教條都比不過這一次的一個體驗。所以呢，我一直深信，所有的同理心也好，所有的陪伴也好，所有的課程也好，我覺得親身去體驗會是一個最好的一個途徑。如真是變成嘅人，好，真是變成佢更加嘅用，如啲個人類。他可以還無奈嘶吼變成安尼演技啦，哈！每個迷的人講，我就是喜歡這樣子老眼昏花，冇人嘛。但是因為有人講，什麼樣這個行到嘅地步嘅時間，一路
在身体方面一路变成就研究路无诶，吼，输入无按有理诶。哎，搿对生人来讲，你有安尼曾经在各种嘅时候，有安尼伊啲算是从这团科技安尼体验嘅课程以后，咁所以这个对未来呢，未来也要讲，安尼讲职业要安排，以后开始有改变。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还有一个主轴，就是职涯探索。在职涯探索里面，我们先从就是银发族的产业。带着他们去看一下，目前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很多都是银发产业。那激发了孩子们去规划你未来的你想要做什么。当然，不可能每个孩子都会想从事这个医疗这个区块。但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些的孩子，他们的发想，从照顾长辈，他们发现长辈的指甲好厚哦，然后长辈剪指甲的时候又看不清楚，然后那个脚指甲呢又没有办法弯腰下去。孩子们发想到，我们可不可以去做美甲师？但是我服务的对象是长辈，要怎么样软化的指甲，然后呢去帮长辈们修指甲。然后呢，还有一个更让我们觉得这个发想真的是可行的是，前一阵子一直有诈骗集团专门骗。就是可能子女不在身边的长辈，所以呢，孩子他们去发想，我们想做一个精算师或者是财务规划师，那我主要服务的对象可能就是我的长辈，我们要帮他们守住他们的尊严，守住他们的财产，守住他们的安全。所以孩子们的这些发想，的确我们看到了未来无限的可能。真是，因为其实因为好教育也为一种课程以后，一路提供其实未来，因为未来重走一件事情，算是一个国泰的议题，因为我哋一定会国龄化。国龄化以后重走一件事情，唔单止讲系照顾啦，好像头我哋注意讲到，其实照顾系一回事，其实也要日常的打理，好，甚至讲去舒适甲整理也要清腔，好，甚至讲也要财务嘅部分，其实嘛quite重要。但是路边人讲，我唔係真是。先从照顾也要生活起居的人，但是我哋隔壁唔但用我哋的科技去提倡讲，行路用嘅行吼，甚至讲也提倡是要嘅。同时咧，一般人一从喺生活地方，用喺打理之家，係財務嘅部分可以做，就是方方面面都可以去達到從這一件事情。OK， 其實咱哋講好了，發現講，其實生意嘅生活也過程以後。伊真係可以有幾多唔同嘅想法，同時去接拍到未來，因為從這個市場會越來越大，因為他個人如果越來越老嘛，係啊，嗰時我哋講，之前人係咪去到而家工作嘅時候，伊都想講哦，嘿吼，以前係生活也好，我甚至可以講我還會做麵包嘅時間，我都可以做公園一些的呀，唔好講一天跌硬啊嘛，可以做個細塊一些，公園一些，還公園一些吼，但是你冇有嗰度營養嘅呀。而等如果伊哋開始睇工作嘅時候，伊如果想到講，其實有一塊從這研發嘅嗰種人應用嘅時候啊，伊可能比其他朋友來講嘅話，因為伊哋做嘅嗰種有學過一種東西，嗰時伊要認知地方，如果夠清楚講，一群人其實伊希望用嘅天數。对，这些埋下去的种子，我觉得日后真的都会发芽。然后我们在这课程里面，其实除了认知、除了体验之外，其实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讲的是，每一个人在认知之后，希望你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伸出你的双手接住家里的长辈。所有的学习一定要付诸为行动。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都能够是一个愛的行動者。所以多我哋注意講到講，譬如講生意嚟睇邊一點嘢來嘅強，我哋咧睇嘅時候嚟講，而係因為也叫生意嘅遊戲實習過係咪？這個孩子就是參展那個孩子，是他有去過陪伴的課程。9年級的時候，我們才會帶孩子們出去陪伴。他有陪伴過這位長輩。所以呢，他是對這位長輩呢是有一些情感的交流，可能不是長輩會忘記，但是這個孩子記得這個就是我照顧的長輩，所以他就很自動的就做了我們覺得很感動的一個行為。咁從能夠陪伴的一種算是體驗來講嘅話，從能係同那個機構去做一個合作嘅呀。我們學校的就是隔着一個操場，我們有一個在竹田這邊的快樂魚日照中心。那我們學校的孩子經過了很多的課程，然後之後呢，
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老师呢进来协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合作的机构就是快乐与日照中心。那并不是孩子们可以直接就到日照中心去陪伴，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课程。比如说呢，我们要去陪伴我们的长辈之前，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就是快乐语的老师，会告诉我们，你今天陪伴的长辈，你要有什么礼仪，你要有什么样避免让我们的长辈可能会不舒服，一直到当天我们要正式，就是老宝贝跟小宝贝他们要见面的时候，见面的当天，我们还要告诉孩子，今天阿婆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今天他的心情好不好？今天他可能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交代得很清楚，然后让我们的小宝贝跟我们的老宝贝呢相见欢。所以呢，刚开始比较害羞的反而是小孩。但是呢，小孩我觉得经过了引导，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跟老宝贝。那我发现老宝贝是真心的喜欢这些小孩，拉着孩子们，他们会是讲个乖哟，按眼刀，按讲啊。对，我会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我们生命历程里面就是不同的世代的一个情感的交流。看今日节目，观众朋友，我发现到讲啊，从侬讲个照顾、尊重，其实每一个高条，从我们注意有讲到讲，其实伊都真是系一种，嗰种用人行通去体验到配人的身份，用行通真是去发现到讲配人无爽快的地方，如地讲按样的去天数配人，按样的去把自家可以做到的事情，比如他家人可以过得更好。叫感谢我的主持人来现场分享按到按精彩的事情。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各位福氣來嘅觀眾朋友，記得當我哋面書、傾讚，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